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8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，撒母耳记下卷14章25到33节，加拉太书第6章第1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分担重担。用英文我这样写是 doing good for all 有听过很多人喜欢用英文的这个 good 来做猜字解释他们说呢 God G-O-D 加一个0就变成 G-O-O-D good 这个是在强调一个人需要谦卑，看不见自己就变成 zero 那才能跟上帝的 G-O-D 来结合变成 G-O-O-D good。虽然真正的英文不是这样解释跟了解的但是呢，却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猜字上面呢，帮助基督徒在信仰上面做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反省跟思考。如同我们昨天分享到这个保罗给罗马教会信息里面，我们提到了不求满足自己这样的一个主题。我们必须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，或说别人的祝福啦像保罗他的教导，他说我们信心坚强的人应该帮助信心软弱的人，分担他们的重担，而不求满足自己。我们每人要为其他信徒的益处着想，来建立共同的信心生活。因为基督并不求满足自己，倒是像圣经所说，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了。这个是耶稣基督他的典范他就是这样子来成为我们的拯救。在信心上面，在生活上面，在能力上面呢，比较丰硕的人，就是说比较富有的人，他必须要能够分担软弱人的重担。基督徒必须要为了他人的利益来着想，建立共同的信心生活。强者应该要分担弱者的需要，这是爱的功课，也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本质。对于软弱的人，也应该要有智慧来帮助他们。除了不要排斥他们之外呢，我们更不应当让这些人养成了不好的依赖的习惯。昨天在教会来了一位自称为更生人的人，他用了很多的时间说明了自己的生活、信仰、工作以及事业的状态。当然最后面他的目的就讲到说他要戒俭。那也如同我们昨天谈到这个不用去打包票这样的概念那可是他呢，他就保证以后他如果找到工作的时候，一定会好好的回馈给上帝。过去在牧会的生活里面，也时常遇到这样的情况。在原则上面，我们想要帮助需要的人，比如说欠缺这个食物的人，我们会提供他食物。我们可能就是带他去买他需要吃的东西，或是带他去餐厅或是摊位吃饭，我们帮他付费。需要车资的时候，我们会带他去坐车到车站去，帮他买了票，而且我们会交代售票员不能退他票，不能让他退票，不能退他钱如果真的需要现金，没有现金不行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会想办法让他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做打扫的工作，甚至教会周围的围墙旁边的杂草，让他去拔草，可能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，然后再给他该有的这个酬庸，不要让他白白的就拿了这个钱，养成这样的习惯。
我们希望能够帮助真正需要的人，并且我们不希望让这些人养成很不好的这种习惯，随意伸手，这样的作为其实是用这个好来作为原则。我们不拒绝，但是也不养成这种坏习惯。大卫王对于杀了自己儿子的这个大儿子押沙龙，他的态度也就是原谅、接纳。那他希望他能够改变，甚至大卫王在还没有当王之前，对于追杀他的这个扫罗王呢，他的态度也是一样的。我们也知道，在圣经里面记载，大卫王有机会来夺取扫罗王的性命，可是因为上帝的缘故，大卫王没有趁这个扫罗王睡觉的时候呢，这个下毒手。保罗给加拉太众教会的劝勉，他说：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有人偶尔犯了过错，你们这些属灵的人就要用温和的方法来纠正他，你们自己也要小心，免得受引诱。所以一位基督徒因为上帝的缘故来劝勉犯错误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应该的，因为上帝的缘故来饶恕人，或是他们的过患也是应该的。或许社会上有人会教导人们说，你要据理力争啊，得理不饶人啊，等等的这些可是，在圣经教导我们的这个爱的原则里面是互相劝勉、饶恕，但是因为我们也可能犯错嘛保罗又劝勉说，要彼此分担重担，这样就是成全基督的命令。所以这个基督的命令就是非常清楚的了第3节又说，一无所有的而自以为了不起的人，是欺骗了自己罢了。对于这样子的人，我们当然要非常小心第4节他说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审查自己的行为，如果有好的行为，要引以为荣，不需要跟别人的成就在那边相比较这是非常清楚的。虽然如此，我们仍需要能够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跟立场。我们不应当去养成那一些蓄意为非作歹的人，认为基督徒就是这么好欺负。保罗也劝勉每一个人应当要肩负自己的担子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去养成一个人随意伸手的这种坏习惯。我们要负担自己的责任，也要去担需要帮助人的责任不是赖给那一些提供帮助的人。那在基督正道上受教导的人，应该和教导他的老师分享一切美好的东西，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不是一直在予取予求他说，你们不要自欺，也不要欺骗上帝。一个人种什么就收什么，他为着满足自己的情欲而撒种，那就会在情欲上面来死亡。他若为了圣灵的喜悦而撒种，那他就在圣灵的收取永恒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我们若不灰心，时候到了就有收成。因此无论是什么时候，一有机会就该为公众做有益的事，对那些在信仰上同属一家的人更是应该如此。这不但是我们的劝勉，也在劝勉所有的人甚至现在接受帮助的人，将来有一天他也要成为别人的帮助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